下轮嘛，好，下边来，做做。那你有下，小胖可以修一下，啊，你要这样子嘛，小胖来，小胖来。像苗子这种，像我这边红哈，动向阳台下，下来，你家我你来去忙，你家，啊，昨天俺以前我这个以前我，哦，小头发，你头这下，你看你头这下，你感觉这下。我继续乱，你说条例。小过来小完了哦，但是咱这个存条例的意思小，你历史小乱，不乱，乱，啊，这是吼，你若去查字典，你就是乱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后边我有写是讲吼，后边有写讲名从主人是吧？主人要安尼讲，我要叫你讲。那说讲个以前一个立法委员萧景田是吧？应该是萧坚田啦，伊都无法叫伊爱讲伊要说萧坚长，你就阿长，伊就叫阿长，伊讲阿传立法委员才传得掉，伊就无法用迄个文言，你对吧？吼，所以你你想，月亮，我不是立是偏这个立，而且我是我伊是我金，第二个还是金，这是金，你我金，你甲月亮月可能就你，我这个就要这个你嘛说我是谁啊？啊，油你爱怎么写？油爱怎么写？油，啊这样，你这 PSH 不是呢？这是吃呢，啊这是吃，啊这项就红的个红的这是这没大写，哦，啊这为啥子哈？啊这里面哈，大家做节目要够问题。比我好了哈，你晓得我出国方面现在哦，伊要下过来，哈，有问题咱先去讲好。新鲜，它的时间，这样子熟掉，这里是熟掉。我那个尝试哈，但是它里头它。
你想的哈，好多个相片。像咧汉字吼，你若汉字吼，有会爱去订书店、订字典哦。像有一咱有一位志刚是这个有的是读作圆，有的讲读作乱。咱这吼，这人的名真灵感吼，共叫有啲有人无欢喜哦。咱即摆看上尾哦，我这字的上底遐讲名种主人，你主人吼欢喜要安尼叫。
你欢喜要安尼叫，我就甲你安尼叫，吼。啊，若无照你若去查字典吼，迄康熙字典、什么字典查起来，伊有的音吼，甲咱普通时咧念同款吼。我记一个迄个那个你听，比如讲有一个你吼是萧景田啦，咱叫讲来萧景田，萧景田，伊无法互人叫安尼，伊讲你甲叫阿田萧景田，表示伊较乡土味啦所以伊要互人叫萧景田啦过一时啊，好，咱就调过。伊就是较宽啦，较短啦，这两个要查迄字典看，标准无吼。我知，这即个嘛，这个即马吼，你若到国民学校1年啊吼，要甲囡仔教用台语吼，拢爱先查，因为即马逐个拢去请迄足学校或者去课名，无迄名拢去迄字典迄个惯例吼，迄平常时喊你咧用的，因为喊你咧用，所以你惊起来就唔对啊。有个迄字我足罕你看着，所以查一下，较安稳。若咱普通时咧起来，就袂安尼啦，就袂遐麻烦吼。拢写好70条好。是非题无咱先从这头仔这张吼，用台语写家己的名，我先简单先讲一下吼。但是我喙头去甲你讲来讲去怪安尼吼。咱吼头一字，这是我来写，我这有加甲伊，咱先讲加吼。甲咱的姓啊，咱的姓甲名，姓甲名迄个甲，迄个头做甲，我甲你迄个甲，一个人搁一个，咱基本一寡汉字上基本的，我知影这个甲。就是学汉字迄个汉，就是汉啦吼。姓甲名甲吼甲，我甲你，有诶，这口音嘛佫无共，我甲你佫啊甲，有诶所在讲我甲你，我问者你讲我甲你，我甲你虽然我甲你，有诶是我甲你，咱我是无讲我甲你。我甲你是好朋友，有诶讲我甲你是好朋友，这两个拢共一字，有诶所在吼，无了无共，都无交诶，有你捌听无交诶？我交你上好有无？以前咱这彰化市镇，咱这山脚前这南郭国小，你知影？南郭国小迄校长甲我好朋友吼，这严世成啦吼，伊即摆去创办迄个爱因斯坦的私立小学吼，严世成啊，伊咧嘉义义德诶人啦。嘉义义德的人啦，伊拢讲吼，拢讲骄的啦。正义拢甲我叫正义，我这杨正义吼，我的名你大家知嘛吼？我这杨正义吼，伊就讲正义兄啊，正义兄，我叫你上好。我好上好就上好，就我互你叫。伊还是无叫的，我叫你上好。叫。迄字汉字毋知要来写，毋知我可能是这个交通安全的交的款。我交你上好交，我毋知是倒是字汉字，我毋知啦吼。我交你上好，交的。我交你上好，交。一位咧讲无共款吼，无共款。咱即摆就姓甲名的头一字拢爱大写，有无？头一字哦，我姓杨，我姓这个杨吼，杨。这姓的头一字，甲名的头一字，名的头一字拢爱大写。名的头一字拢爱大写吼。你看头一字姓周，朱悠周对无？大家讲是朱悠周。那复习一下，过来姓老的老，无声对吼。过来这姓贵，贵，伊就第四声咯，伊袂当拉长贵吼，姓贵吼。以前有一个贵珠仪嘛吼，贵姓贵。过来姓昂的昂，伊就无声，伊变做 ang 看 ang 昂变做一个音啊 ang 拢有教过无？有哦 ang 咱之前有讲过啊吼 ang 是昂哦吼。过来科乌
体咧饲是科嘛科，过来四尖的哦，咱四尖的就上多呢。伊咧眼睛嘛，咱讲伊遐是伊遐眼睛叫讲伊遐练啦吼，啊伊遐讲眼睛啦，咱咧讲眼睛吼，啊搁伫咧德长四尖的嘛，诚侪，咱即内底有四尖的，尖毛，啊即两字不是人个好，就搁一来四尖，治安尖，尖甲尖即两字爱分得清楚，过来四了。了的西个上多啦，西个七项吼，四了的上较多啦，咱中华遮较少。过来四热的都上多知有？台川乡上多啦，台川偌一边啦。咱遮较早无四热无讲一哩吼，龙热较侪，你看乡长咯，啥足侪拢四热啦吼。过来四饲，TSH 是吃嘛。吃鱼饲吼，过来是叶是诚侪，叶里面就中华嘛，有以前嘛一个市长，姚冠丽有无？叶厝，啊，迄个鹿港迄边嘛是叶的，叶的。人的姓你就袂使讲饲牛仔的话，啊叶无吼，叶蛋吼，啊过来四羊，大多有的讲羊咧饲无羊是啥？羊就是安尼，四真的，羊的上最亏哦上最啦，亏哦有个个啦。亏哦有个个吼，亏哦有上济，我就是亏哦有，咱这姓有亏哦，亏哦，咱讲的哈，青铜贵姓？啊青铜就是共姓哦，这青铜啊，共姓哦，这青铜啊，搁共讲青铜你贵姓？爱讲爱缩小吼，羊吼，啊过来是真的，过来是高的，高。过来四爽的，宋初有四爽的吼，过来四丁的，过来四雕，过来造钱顺利吼，雕啊四钱的，遮较少，中华遮较少，四孙的，过来四五的，有的讲四五，你看两个一毛币是 HO 是个 O 5是是，啊袂是。我显示，你讲都是啊，讲四五的较侪对无？五档的，你讲五档的变做伊家赚5块5万5档的，阮是讲阮是讲后壁迄胭脂乌迄个啦，乌吼，过来哦，四病，有诶讲四病，啊这就是。口口有共伊的姓病，共款啊！这个物件低调调，这个物件低调调，拢有人讲对无？低也是低，拢有人讲吼。过来张简，是一个姓哦，迄就是听讲以前迄固定讲姓张的，甲姓廖啊，结拜啦，安怎，啊到尾啊，伊就是生死之交啊，啊到尾啊是因要可能人要过往以前讲。无咱的子孙后摆拢吼，以前拢足听祖先的话啊。咱的子孙后摆拢生做张简，表示咱足好个。安尼咱就共姓就对了吼。后摆咱的子孙就啊转变做佫一个新的姓，或者张简吼。过来王，咱知乌烟鸡就是乌王对无？啊伊转从韵母，乌烟鸡是韵母对无？转变做是母声母，这款人就没有声母。这款或者连声母本来，应该你若讲 SONG 就大多这金松 SONG 对无 ？SONG 即马把 S 撇掉变成 O， 那后面就没有声母啊。这款或者连声母无声母，这款是王的，过来姓党的，你捌听着人姓党的无？南国国小就做退休迄个。女校长啊，迄个姓房啊，彭佑忠房后对拄退休啊，转过一新的吼，房姓房的，过来姓陈的，这足多啦吼，陈林冠天下咧，陈林冠天下吼，我伫底啊有几个笑亏，我写三块笑亏，遐第二个笑亏讲陈林冠天下，剩迄拢无够加，你若是出去吼。出去咱我讲台湾啦吼，咱台湾出去俄罗斯哦，
10个草，真侪拢四蛋，四蛋的上介侪啦，四蛋的甲四粒的啦，所以你拄着四蛋的甲四粒的相关较共巴结者，你若甲得罪人家吼，得罪土地公吼，饲无家啦吼，因为四蛋甲四粒的人真侪啊吼，咱啉半天啊，迄是高手的，所以要互教家吼。我拢写汉字，这村的就是写这个村吼。过来哦，蛋的酒的，哦，酒的上介有台湾上出名对无？臭头酒的，听捌听着无？哦，伊家伊两个囝做总统做过了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就做头啊，像我安尼共款啦吼，做头做臭头酒啊吼，啊臭头酒吼，因老爸做啊4个子，做啊4个子换伊囝，因囝搁做啊4个子，对无？我讲这拢事实，我无咧批判啥物人，我是讲历史吼。酒，过来信的，咱遮朋友老师信的，过来信汉的，哦汉的做阵一年规年千外有无？哦，讲到这汉的哦，信啊考册，足侪人安尼若笑的有无？我讲这无歹意哦吼，真正是安尼嘛吼。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个朋友伫去6都退休，哦，这个汉的内底真济吼，高雄伊拢命去。台北，你若说以前换无啥物保育员吼，伊嘛拼去，伊倒单位拢拼去。啊，伊是去6都退休，所以坐火车拢免钱。伊坐火车无路踅，你一日要甲一日到你坐拢，你若袂坐了袂踅，伊嘛话一路互你坐啦，免钱啦。啊，所以行到拄吼，这下日行到拄咧就是伊就无够。我天哪，到这种啊吼，下日当，较讲袂歹势吼。姓韩的，搁姓朱的。咱即摆老姓朱的较济，有啦，绝对一个要选当主席有无？姓朱的有无？听讲啦吼，那嘛是消费者规片，过来姓钱的有无？钱的，咱食较少吼，姓钱的，姓油的，这一般油拢翘骹油，你翘起有无？这拢讲翘骹油的，翘骹油的吼，翘骹油姓苦的，姓苦的吼，鹿港姓苦的诚多。头大家看我头一句笑话。西园苦赤查某，哦，你若去鹿港哦，这3番是上侪人，姓西的、姓黄的、姓苦的。咱遮鹿港的有无？无啦，我无骂着你吼。姓西的、姓黄的、姓苦的，你若去带着即款的消息吼，去鹿港就算赤查某互济啦吼。但是我鹿港来过吼，啊，你若去带着即款要安怎？你爱甲尊敬，叫人天公祖，当做天公祖来甲服侍。你嘛甲得罪，为虾米？你去得罪着伊遐后头真大，你知无？你去得罪即个某较歹，伊后头哦，伊摆规个一大堆拢撞来，兴师问罪，那个头条吼，这是古早，即摆袂啦吼。过来河的，河有无？河，这不原姓河的无吼。河过来姓李的，有啦，以前有一个李秀莲有无？啊，话讲吕秀莲，LU 嘛是 LI 是2，迄随在伊个人，即摆随在伊个人，伊是爱讲或者李秀莲还是吕秀莲，咱要尊重伊本人，尊重伊本人吼。有姓郭的，哦，姓郭的最近千外大家都是电视对无？咱咧连销的有无吼？啊，搁有一寡或者粉啦，这瓜粉有无？哦，迄瓜粉吼，台语有这卖酱。粉丝啊，粉丝 face 哈 ，FANS 嘛哈，粉丝啊，台语啊，台语有这卖酱。哦，这民众卖酱，台语甲翻做卖酱。你讲我哪会知？大家去台语电视台，有一个电视台，这台语电视台知？有闲哦，毋知第几台，你大家做活动，有闲网看，有闲网看，伊内底有迄会甲咱教台语嘛讲吼，台语嘛讲。因为台语吼，内底时代一直进步咧，因为咱足侪拢去互华语咧讲，啊台语无咧讲啦，所以你嘛爱加点看。过来，四歌即摆是长秋调吼，过来秋调你听无？千外半这秋调啦吼。秋调要来，我写你有看无？哦，秋调我写。迄咱即摆有咧讲，即摆我因为咱这个小节目嘛，礼拜叫我拜讲汉语啦吼。啊，互你知影是无？我今嘛秋调吼，秋就是安尼啦。
写哦。你讲我哪会知？教育部公布的，你若要去考做老师，就是爱会晓怎喊，咱知影无？超潮啦，这人教册就足清的就对啦。一日到毋到就第四嘛，人嘛使啦。哦，逐项都嘛对，哦，我看到是来做吼。过来，出事咧袂人，啊，去是外口的吼。讲有这 IQ 157的吼，新歌新啊讲哦，啊，迄个什么这什么顺时钟，什么时钟讲伊拢做歹啊，咱人我前咧这位老师我请问者，咱人喙齿规齿，拢做规齿，32齿，讲啊一个牙科的医生，干来管你32齿喙齿，也想要来教人做卫生师，卫生部长笑死人对无？哦，我台大我是正医科的，迄是医科考袂条，才去咧考牙科咧，安尼咁了死啦！啊，我来做比佫较好啦，对，即个电视我拢看到哦，结果就台北市本来是哦，讲较了我在部队遐去吼，故事讲好，我马上就吼，嘛要去散吼，试乖，试张的，试苦的有无？即摆做过有咧苦无？无较无吼，即摆苦试准。有一个在曹操，在左侧，对，左侧吼。过来，姓严的，严，这个严10个教的不晓讲。阮老师咧教册真严，即摆你去叫小朋友国小的，你大家10个教，问咧教的大家，阮老师真严，伊拢变做咱咧食东西严啦，真严，严，大家讲一个严。严。哦，咱来讲另外一个严，都是严。过来姓魏的，魏，不是魏哦，魏是巴肚迄个魏，魏啊你坐迄位唔好，无你两个换魏，啊这是魏哦，咱有一个古早之前有一个院长姓魏有无？魏明国听到无？大家拢学袂家己叫魏明国，啊你人要家己吼，插正字无家己，咱来讲伊咧竞赛，所以嘛赢咧。啊，无正读来读喏，魏，啊，搁之前搁一个院长姓阮甘文，我听到无？伊就讲我阮甘文就甘文啊，啊阮甘文软就软尻川啊，我袂共好，安尼就叫，啊，袂讲迄个软吼，啊软就软啊，就甲叫软的，软院长，伊死咧嘛毋是软对无？迄个味咯，我袂读，啊这个，我看这内底有无？有啦，较袂再来讲，过来吼，这规个过来倒的有无？啊过来姓姜的，姜历史上有啥？姜猪牙对无？迄猪牙爱读迄个文言音咯，姜子牙吼，猪牙，这个啊，但是爱读好意思读牙，猪牙，姜猪牙吼。人的名爱读拼音啦吼，咱唔咧讲迄名。过来，过来姓夏的，即摆台湾的驻日代表姓夏对无？夏中定。或者夏中定对无？啊，但是伊家己讲伊是姓夏。夏中。是变来姓的。夏。啊，即摆姓夏甲姓夏吼，拢有人记无？即所在的人同样姓那个谢哦。这所在的人讲因姓夏，这所在的人讲因姓夏，啊，咱就要尊重伊本人。讲这谢大哥，我借问你这个台语讲做啥？伊有会讲夏，会讲夏。哦，我们尊重他本人哈，两个都对。过来，过来，是苏威，苏威做文登前姓苏，这苏啥？苏清昌哦，秃头，苏土的对吧？对苏土，哦，听讲真歹吼，但是吼，伊咧管迄会做主温吼，世界上侪国家迄会做主温拢唔相差哦，够可怜哦，台湾国较好势啊，啊，搁一项，伊参要陈时中会啊，世界各国唯一之前会讲有1000名有无？咱迄武汉会员吼，无哦，咱大家莫讲 COVID-19， 这是你演绎的无？都好这武汉会员啊，都武汉遐造船，你知影？武汉遐造船吼，伊即马最近要发迄个，或者禁烟，迄5000块迄个吼，啊迄个，佫5杯断啦，5杯罐，毋是断吼。哦，这
这里吼，足侪人拢讲对，有被缺，对啦，爱刀，这里头做管，爱国中管，哦，啊，考卷考卷是爱考起来，考卷，考考卷，啊，爱国中管，哦，参加，这底也是刀，被缺，这里是说讲一下国语吼，讲个华语，这7月缺，若讲有被缺的人都是话的，有被缺。有被缺在地方，讲有被缺的人吼，拢是唔对的吼。啊，过来，咱过来讲这个试看，这讲好看吼，看伫迄个运动馆的馆长，看什么好？唔是另外看什么案啊？看面案就我其实讲伊的名吼，看面案、潘孟安、我算真正，啊，今天我来5、7届的吼。我看我来前途辉煌吼，换啊，过来4间的，咱再过较少，诸葛亮的诸葛亮吼，过来4花，花木兰到做花木兰，过来4福的，福的川啊，郝柏村啊，福的川啊，个福的后边啊，花过来4崩，咱叫来4崩。过来4人以前上海国中校长或者任吼，任成龙吼，任校长吼，过来4袁的袁世凯和袁世凯袁吼，过来4柳的，哦，这文较无吼，过来4长的，以前一长辉行做行政院长有无？长辉吼，过来4辉的这个我以前是歌星，我有一个礼拜来吃派，哦，你妈说是讲嘛，到出来听幸福的，会红台喎，那会名啊，吼。不是。哦，不幸福的人啊，过来4个，我听到就个啦吼。个啦，对啊个啊，年饼的个对啊，对啊，以前有一个，迄个叶明兰啊，叶明莲啊吼。自然的叶明莲啊吼，以前有一个咱这个国际西区的3白溪水区吼，的总监4个，我拢叫叶总监，李总监吼，吼，过来4福，福平顶捌做过行政院的院长对无？院长毋是院长哦，咱咧调院长若来是，即摆做主席对无？大家拢叫唔对，讲院长啊，你好，我开始甲讲，院长，伊本来是第7声第7声迄张5、7、3、2、1，对无？5、7、3、7，本来迄是第7声变做院长，过来4袁的，过来4平的，过来4黄的真侪人吼。伫迄个 A 馆第一个无啊吼，伊才无相清楚。过来是黄的，黄光烈，咱这个黄才是黄。就乌白读啊，大家就右边、描边随便练啊，拢嘛安尼。但伊讲伊又讲咯，我就乌白念，乌白念。啊，第2声好。这吼，伊嘛无声母啦。NG 吼 ，NG 就是吼 ，NG 本来是声母，声母煞变做文母来的。伊本来声母读做对无？有NG 是嘛？即摆摕来做文母，变做讲袂过来姓萧的，有人姓萧，我2个朋友一个大家己就姓萧，一个姓萧，一个萧老师。萧平志萧平基老师，伊姓萧。一个伫迄个嘉义萧定春老师就姓萧，共这字萧，共这字同样这个字，但是伊就讲伊姓萧，伊姓萧。两个做阵，2个一直笑讲，2个共字，但是无，咧发音无共款吼。看是萧啊萧，咱拢尊重伊本人吼。伊本人是要萧还是要萧拢随便吼。即摆三个笑歌，第一个笑歌是讲。
请查某，哦，你若带着鹿港即款的吼，爱建有提工作吼。啊，第二个就讲单人半天啊，厝了后国家吼，讲笑。过来这吼，后壁佫有鹿港死了了，鹿港龙死生啦，所以死了了啦吼。啊，小头消规则迄四消的啦，消规则啦吼。啊，二林红拍拍，二林是红的吼，以前迄个国台代表红姓的，洪姓吼，对无吼？我明白了，是红的吼。伊吼，我只讲伊讲伊代志，就大家听。伊就是有这落马哩，因老爸，就因迄基督教徒，啊，落马哩圣经吼，每本的圣经吼，人伊拢看有罗马字的，内底无甲看字汉字。啊，但是伊的身份证吼，咱的身份证拢写汉字哦，啊，迄有一个教育天高甲写不识字，啊，伊就去，伊就直接不识字啊，就啊汉字唔捌啦，你叫人讲，伊甲我写这啥包过来，伊我就讲你唔捌字啊，我讲你讲安尼，伊叫你分圣经三，你户政事务所吼，有咩户政事务人讲，先生，你看下这读看这是啥？户政事务啊这。豆菜的 ABC 豆干，你我来看有啊。罗马里就是咱咧讲这罗马里啊。伊讲安尼，啊你写个整条我看吧。然后你来有写不识字啊。哦，啊你来甲写我，唔捌字。就讲我有你就真正唔捌字。就讲我摕来你拄甲借来摕我圣经摕来读看卖，每本拢罗马里哦，啊你去头念谱，无写啊。迄罗马里是毋是你啊？是啊，咱就是以前咱拢用迄汉字沙文主义。那认为说汉字才是字，罗马字不是字，哦，所以这就人伊罗马字大家好说啊，吼，我讲这红色是因迄个，伊来这个是伊爸爸的故事，写实的代志吼。社头小规则二林红拍拍，啊，搁有无？哦，足多哦，啊，像开路就有广告，哦，啊，迄个线西就有应聘，足多啦吼，线西姓名的诚多，咱就讲线西的。是不是？有姓名还是你姓啥？啊，我姓赵，我讲过电话。我讲一小可有听我吼，我去迄个福兴乡一条这义兴高墙，大家有听过？福兴乡二间啊吼，遐规整个差不多高城、7、8城高城拢姓黄的啦。啊，我拄则去遐做校长吼，我做校长做20年吼，遐做校长吼，常常拄则去啊，做真侪家长嘛相熟悉啊，为了甲人见面啊，就甲人订个图啊。确定啊，后回国见，我向记袂记在，咱像一人对正人吼，来，唔知要来个请我，先生，哦，唔是你好，唔是你好，小姐，我袂讲嘅，我这校长好累哦吼，啊，个人知我姓黄吼，咱就甲看伊资历就内底就足侪拢是姓黄嘅啊，大多数姓啊叫唔到嘅机会无多嘛吼，啊叫唔到我就后摆是记唔到，就好嘛吼，啊结果讲了唔对，老姓黄嘅吼，因为人姓嘅真多啊吼。这张是互大家参考，啊，希望大家名拢爱来写，你家己的名，啊，你若唔来写，较紧啊，若我看有对，我来再来看看，安好无吼？啊，即摆大家看这个思维思维题10条，思维题吼，第一条大家即摆大家就我内底有一字罗马字哦，路，你看我哪会写汉字？即摆咧写这个文字吼。这到尾啊，这里是到尾造出来啊。弄吼弄这弄来说，这是摕来照应啊，有个人对这不满意啦吼，有人讲我就用 LONG 就加后就去创一个字弄，哦，所以我转用罗马字啦。第一条请大家念并开始。拢用罗马字拼写，对唔对？大多数英语、法语、德国德语吼、越南语吼，所以你收到南美洲的话吼，日本话嘛，这个罗马字写出来吼，雅马哈吼、托优达吼，迄拢会使吼。啊，德国的话都会使，拢会使吼。咱会使拢会使，去考验拢嘛是会使。啊，你原住民的话，全部拢会使用罗马字写出来。我是教育部的迄个知识辅导的教育部，我去迄个遐个
南投县神木遐就叫同富国中，大家知影东部遐，遐就同富国中，我去遐甲伊访视，伊就咧小朋友上课上迄个，遐是遐若说是布农族，不论布农族啦，用伊个课本咧上课，咧念我摕课本，我甲大家看嘛，我念一半听看嘛，我嘛会晓念嘛，我毋知意思啦，伊讲安尼，我后天遐话你布农语你也会哦，我着看这罗马字，我着会晓念嘛，我毋知影意思就咩安尼啊，伊嘛用罗马字，所以第一个世界各国语言拢是罗马字变的，对无？对。第二条。17个对无？迄个写17个吼，17个。但伊的声母符合17个，对吼，这都有分过。所以第1条签，第2条签，第3条。对无？对无？错了，这是日本话、阿语话哦，较起字的吼，台语6个，所以这条是要甲你来这条，来打叉第3条。台语的单文母，孤单的单文母，拢总有6个，啊伊有诶，我是O 2个以上有对，所以这条唔对。第3条打叉，第4条。干啊，亲像因按对唔对？迄干啊吼，本来嘛无汉字，到尾有一个中文系教授有去下载讲这个干啊吼，要哪写呢？干啊要哪写呢？我咧拍摄条咧甲擦掉吼。伊讲这个干啊吼，干啊就去写安尼啦，干啊。你来头。干啊，咱这个教室干啊超20个人，干啊，这个是干啊，你看有无？你若无学过，你嘛袂晓。所以有一寡人讲，你着教你干脆罗马字着，干着K个爱干，A 着哪干啊，一个名，就是亲像这个音，对无？对吼，干啊一个，皮母干啊一个哦，干啊一个，皮母就是做阵念啦吼。做阵念，伊搁倒去念伊个教材看，皮母干那一个，对唔吼？第4条对，第5条两遍。对不对？对哦。八声变加八声，对，加这个叫有叫呀，这就是八，这个八彩虹，这个记单吼，就这个八，彩虹，八彩虹彩牙手就是因为吼，伊4八。你会记得你的8是第8声，原点爱搁变成这个，原点爱搁变成这个，皮肤真白，皮肤真白是第8声，所以这第5条打叉，第6条写了一遍。对不对？叫名声就叫人气啦，买这种名声。第7条。变做第7声对无？5、7、3、2、1、7，伊变做7对无？低卡2个第一声你袂使讲低卡，爱讲低卡对无？所以变做第7声。我现在第一个讲的好，才起来这个哈，来，过来。做音对无？声音的音字啊，音。这你若无学着音台的声音的音是安尼对无？这是音，声音的音。所以你读我就干那安尼嘞，安尼是音，这是音，I 是音，差一嘴啊所以这条是第8条就爱哪？叉。过来，过来两遍来。
咯。哦，你若个啊是甲，无甲，毋是无甲是无啊，到这大家会真麻烦袂？题目敢若一个尔，拢做敢若迄个，就是你念的时阵鼻腔做真发声。哦，你咧读个 A 的时阵，鼻腔哦，你会使讲鼻腔做甲安尼，你咧读伊的是哦，鼻腔做甲迄字母敢若一个尔，题目伫倒咧，请大家看第8页的课本，第8页，即摆吼。我甲你教一个步数，就是你平常家己诶，你若毋知影，即摆过来是若可能后壁搁两个迄鼻韵母吼，你就是平常想家己有过来是你过做过来是变做过来是 A 变做过来是 O 变做咱就清楚啊，即个这鼻韵母一个尔，这就是要甲大家加强印象，加强印象吼。这鼻韵母敢若一个，伊加强鼻化元音啦。我甲你讲做元音就是韵母啦，吼。你看到这话当然会飞去啊，你知？你插入去画的，无咧画，叫伊就是鼻元音，就是鼻韵母啦。韵母就是元音啦。我甲你讲安上介简单。较袂讲，无你若放会去看就对啦。元音什么音吼？咱暂时迄拢爱插，就是韵母甲声母，咱就好吼。韵母，鼻韵母干那一个，吼，干那一个。到这大家有写意见无吼？你若我迄面啊，我无甲你看着，我就要过来甲你看吼。安尼互大家到这，咱稍微休困5分钟好吼。休困5分钟，第3你举手吼。看到你，第4摆